古城叫拉勒盖拉，这是后面。那个前面我们到时候里面去可以看一下，那个修的相当好。你看，都是用这种叫这个是叫什么白色的这个花岗石嘛？用这种修起来的。以前是一个皇宫，这是。这个里面可以去参观。这是个杜牧寺院。杜牧的寺院。杜牧的是吧？这个修的有多长时间呢？这个我不太清楚。从你到这儿来，我来的时候已经有。这个灰是，就是一刮风就起灰是吧？是啊。人类的这个空气不行，空气污染的严重。一个西克教的寺院，它的名字叫满洲之拉。藏人聚集区的名字就是这个寺院而得名的。那就藏人区马上要到了。藏人区就在这儿，连从这儿开始。就是你刚才指就这儿。就这儿连着这儿，就是走下去的话，就是藏人聚集区了。你看这儿国旗啊，印度的这个西藏的国旗啊，对。从这儿一直都是。他们就是准备这个路加宽的时候要准备撤嘛，已经路现在加宽了，前面的一些该撤的他们都撤了。这是学校。这是大门。到了。好。什么叫进？这里面大部分是藏人吗？对，全部是藏人。是吗？没有一个印度人。因为这些地是当时是划给藏人的。现在有些从尼泊尔来的工匠那些就是租这个藏人的房子住下来的有尼泊尔受益人，对，印度人一个都没有。但是一些家里面那些小女孩呀、小男孩，那些饭馆里面打工的都是尼泊尔和印度的。他们就在这儿都是做生意是吧？这都是做生意。再一个就是这是印度唯一的一个来来往往的人居住的地方。来来往往的西藏人一般都到这里来居住。这里很有味道。我当时他们跟车的时候，我当时把这里的一些照片和那个一些具体的一些情况写了以后，寄给为首，对，他给我看。对。后来把那个甘地的夫人和那个甘地两个给弄糊涂了。是吗？我问他们的时候，他们都说是甘地到了，后来说甘地夫人来。当时见这个的时候是甘地夫人，当时甘地已经去世了。甘地夫人到这是那个里面看见当时写错了。说藏话的多是吧？昨天都说藏话。这个地方的藏人一般都是藏语和印度语，会说英语的人也有。都是从哪儿来的？主要是印度长大的。在印度长大的也有，从那边过来的人也有。但是一般这修房子这个修楼的这些楼主、房主这些多半都是在这儿出生的人，因为那边来的人一般就是没有分到地皮嘛。对。他们刚来的时候，这边给分的地皮。是啊，他们刚来的，到这边来的就50几年过来的人就分到了地皮。而这些是后来慢慢的跟印度人交涉以后呢，一私下的非法建筑，这些都是。现在都是非法建筑。这些都是非法建筑，但是真正的就是刚开始划的地皮就是分这个那个新区和旧区。从这些都是
属于旧区、新区，新区是一般都是非法建筑，旧区呢都是那个当时就从这儿开始是旧区，从那边开始啊。这儿还算新区啊，这儿还是新区啊，这还是新区。这儿有个寺院寺庙规模不太大，但是从那儿开始划分以后呢，那个底下是属于旧区刚开始划的地皮那是合法的地区这些就是后来慢慢的扩张，跟这些印度的地方的官员就是塞点钱，黑钱交易以后呢，慢慢划过来。但是从整个国家的那个城市规划里面说是都是非法。这还有个书店啊，对，书店，藏人的书店主要达赖喇嘛的书很多。对，从英语翻过来这地方非常有意思。这些都是从尼泊尔来的匠人商店。这些也是匠人这边是这样的。好。这些就属于是旧区了，是吗？太有意思了。那个寺庙在哪儿？这个寺院啊。这就是一般藏人聚集起来以后呢，年经呀，从这儿以后呢就没什么商店了，都是居住区。这是宁玛派的。宁玛的寺庙，这是那个格鲁派的寺庙。两个寺庙。两个寺庙。那就这样，这儿出去的话就是大街就我们来的那个大街。那个大街。对。从这儿下去的话都是那个聚居区，但是小乡下现在没什么。去看一眼吧。看一眼吗？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些都是尼泊尔来的匠人。
就这些地方是合法的。这些都是合法的，但是这些房子合不合法我不太清楚。刚开始划给他们的就是小帐篷，黑色的用那种塑料围起来的，印度人给他们那个弄了以后叫他们，以前是用这种塑料捧起来的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盖起来了，盖起来了，盖成那种楼房。一间房子有那个有半间灶房、半间洗手间的那种，一般房子租的话，大概是2500到3000卢比一个月，不包括那个水电费。那不算贵吧？比达人萨拉怎么样？比达人萨拉贵一点。这基本上跟差不多，但是达人萨拉的那个在麦洛干季的话，它属于旅游区，一间房子和那个有灶房带那个洗手间的那种呢，一般是5、6千左右，翻1倍。所以这个地方比起那个我们住的那个地方便宜一点。这儿曾经修了一个楼房以后，印度给拆掉了。就是因为违法。刚开始那时候闹的时候呢，就是闹的已经不让建的时候，他们偷偷摸摸的，不要人。这。现在我们从这儿转过去，从前面过来。好。你大概看一下那个外貌和里面的。对。这还都是西藏的这个门帘啊。对，在西这类。就是从这儿。这啊。以前的房子就是用这种黑塑料布喷起来的。现在慢慢的变成高楼了。以前这些都是酒馆，现在后来达赖喇嘛提倡以后，喝酒的人，印度人喝酒的人太多了以后呢，那种藏酒用麦子做的戒掉了。就大家都不开了。不开了。现在偷偷摸摸的那个尼泊尔的一些租起来了，承包下来了以后呢，现在偷偷摸摸的买些那个啤酒，威士忌之类的酒。原来是自己做的藏酒卖给印度人。藏酒对。藏酒以后呢，藏人也喝，那个印度人也喝，但是印度人喝的太多了以后呢，影响不太好。好多人的，因为印度人是禁止买酒嘛，但是没有那个护照买酒的证件的话，一般的人是饭馆之类的是不能买酒的。买酒是犯法的。所以呢，他们就那样卖酒以后呢，就是影响很坏，以后就达赖喇嘛提倡下，就前几年开始就戒掉了。但是藏人是可以卖酒的。不信，酒是不能买，但是藏酒是不犯法，因为刚开始说是那不是酒的名义，而是藏人喝的饮料嘛。以那种名义，就是刚开始叫他们为了维持生活各方面，就是叫他们卖吧。现在虽然禁止是印度人是没有禁止，这还能进去吗？现在从这儿可以进去。从哪儿？这是外观的。对。这些商店全部是藏人开的。
又回来了啊！这是一个，就是大家在这休息，也经常在这聊天。好多人聚集在这儿，一起年轻。可以从这边绕过去。对，好。从这儿，当然一般就是那些老年人都在转机。对。天没亮以前。然后下午那个天气稍微变凉了以后，又在转机。让人们习惯围绕那个寺院转机。对。从这儿又回到原来的地方。Bismillah करते हैं देखो इसके भी है这回到来的路上。对，只有这条街只有这一条街。只有这一条街。这条街饭馆有几个？饭馆有几个？饭馆相当多，一栋楼里面有一个饭馆，一栋楼里面有一个饭馆，在这个街面上的这个。它主要都是藏人吃吗？还是印度人也来？对，藏人。这个因为来来回回的藏人都到这里来住。各地来的啊。各地来的。这个里面有个饭馆，那个饭馆里面有空调。有川菜，我们可以到那里去。行，好，去看看。这一栋楼是一个旅社。Peace。Peace 和平。和平饭店。是安多人开的。这个是饭馆啊。好。这儿有比较凉。对，好。好。挺凉快的这个。旅行社，旅行社对。
这边也办也。这是我们住的旅馆，你想不想这个周围去看一下？走吧。